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即马入票换美金，即马已经是达到152块换1块，嘛是34年以来上低纪录。日本政府嘛已经暗示要插手管制，专家是认为讲152块可能就是日本央行的底线，因为日票若佮继续落落去，恐惊是对民生甲经济拢会真不利。日本银行顶礼拜解除负利率，17年来是第一摆起利息。不过27有日经审计委员就发表谈话讲，现阶段会持续确定的货币环境，市场解读讲日经是无着急要起利息，这嘛互日票是开始落。拜三日票换美金中是来到151.97，特别到152整数的关卡，创34年来的新低。这对当地的日本佚佗的外国观光客来讲是一个好消息。I feel like you buy a sandwich in Melbourne, it'd be like $6, whereas you buy one here, it'd be $2. So it's a big difference. We've just been spending less than we thought we were. So it's nice because it's always like, oh, okay, I only spent this much, so like maybe I can spend more on something else. And 不过拜三，日本央行含财务省金融厅随着召开紧急会议，暗示讲会对日票的汇率做干预。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个口头警告讲，日本会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应应汇率上过度的波动，所以来日票就小可反弹回升。有分析认为讲，一美金换日票152，有可能是日本当局入场干预的底线，因为日票落虽然对出口有利，但是对民生消费和压制通膨会造成压力，嘛有可能损害经济发展。日票落嘛，和日股是波动甲真厉害，前一天强弹364点，摆是大落要600点，落幅超过1%，收伫40168。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甲欧洲国家最近拢咧指控讲中国骇客网络攻击，加上荷兰总理即马人就伫咧中国访问，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就当面甲威呛明，讲荷兰的军事网络去予中国入侵。不过中国是继续咧关心荷兰对因的半导体出口限制，望会当甲影响降到上低。荷兰总理离调计5年的时间，佫一个访问中国。27，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阵，两边对中国网络攻击表达关切。伫这进前，英国、美国等等的国家嘛要指控中国恶意发动网络攻击，想要破坏部分国家的选举。荷兰军事情报甲安全局上个月查出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海入去荷兰的军事网络。这个事件互中国甲荷兰双方的关系佫增加紧张的气氛。中方愿扩大荷兰优质商品进口，欢迎荷兰企业来华投资。今年初，荷兰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禁止先进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外销相关的仪器予中国，这等于是在美中的科技战当中向美国挖过。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在会谈当中甲立德强调讲，任何势力拢无法阻挡中国科技发展的脚步。伊嘛警告脱钩断链，干来地区分裂甲对立，开放合作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立德在会后是想要淡化相关的冲击。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hen it is about our semicon sector and companies like ASML, that when we have to take measures, that they are never aimed at one country specific, that we always try to make sure that the impact is limited, is not impacting the supply chain. 立德表示，艾斯摩尔事件袂影响中国甲荷兰双方整体的经济关系。不过，在加入起美中晶片大战的纠纷了后，未来经济发展恐惊并不是荷兰各方面会当掌控的。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讲到巴黎奥运7月就要开办，开幕就办伫咧浪漫的塞纳河边，拍算时间会超过32万人来参加。因这个比赛期间，上届重要盛会，即马确定就要放伫咧罗浮宫头前的杜乐丽花园。另外一方面，身为奥运上大间的赞助商，又阁是在地品牌 LV， 伊毋但一出手，就讲要赞助大票52亿，佮专工请来设计一卡盛会专用柜，佮有奖牌展览箱啊，真正是有够奢华，有够水准。
罗浮宫博物馆头前的拄着伫花园真潮来起起，今年7月26登场的第33届夏季奥运，特别伫法国巴黎展开。比赛期间上重要盛会安置地点，原本一度讲要装伫有名景点埃菲尔铁塔，也是罗浮宫。暂时消息人士透露，会放伫罗浮宫头前的拄着伫花园，若规工有维安警员执勤保护，未当互一般民众看到盛会。Ça vient de changer parce que la Tour Eiffel tout le temps, enfin c'est le cliché parisien. Il faut aussi voir d'autres choses quoi. Il y a Montmartre, il y a les Tuileries, il y a Luxembourg aussi. Enfin, il y a plein d'autres choses dans Paris quoi. Donc ouais, en vrai,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idée. 另外，这个主办单位佮找来时尚品牌 LV 路易威登，用品牌170档做行李箱的工艺，替奥运奖牌甲盛会火把做专门放置的箱马，替所有运动员祝贺奥运比赛最高的荣誉。Elle maintient quand même une médaille qui va faire 500 grammes, il me semble, donc qui a un poids conséquent. Il fallait trouver un système pour la bloquer à l'arrière. Et on a développé ce système de barrette qui va venir ici, qui va venir bloquer notre sangle et la positionner comme on le souhaite. 在这奥运开幕，从无偌久时间，当地比赛期间会有大批观众出现。在大棒需求增加之下，和巴黎厝税起到强要4倍，有一个房间甚至开出1暗500欧元，差不多大票17000多块。Pour moi, tant que c'est pas des prix scandaleux à hauteur de 600 € la nuit et que ça amène pas à des abus, je pense que c'est à peu près OK。这个风潮和部分在巴黎有空厝的厝主准备挖库，甲房间租出去发一笔奥运财。而且在巴黎出现大批看比赛人潮的时阵，去其他的所在度假，撇开到时阵的人潮甲车潮。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巴黎奥运的海报即马已经公开，画家加托尼是利用几何图形画出各种的比赛，展现奥运精神。瀑布球区看到真侪几何形的图像所画运动比赛大型海报，互大家真懊恼。用海报呈现奥运的精神，是自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以来传统。今年法国特别甲在地插画家加托尼合作，用装饰艺术的风格展现巴黎奥运。Le Grand Palais qui a une terrasse et un rooftop ouvert sur lequel il y a l'escrime fauteuil ou l'Arc de Triomphe où il y a les bas-reliefs ont été réinterprétés. On a joué avec ces codes-là où c'est la marche des femmes qui est sur les arcs de l'Arc du Triomphe du coup. 甲以前无同的是，今年的奥运甲帕运海报会当合作会变做一张完整的图。因那动画版本是中嘅跳水选手开始，带所有人进入巴黎体育场城市。An addition of many small stories along Paris 2024. So you will find in these iconic posters all the main symbol of Paris 2024. 伫厝外，即马大家拢真兴掠侵略者行动，真侪人用手机找到藏伫咧路边的马赛克坐标，甲翕起了，要甲消灭，保护巴黎。Ah ouais, et puis avec les enfants c'est rigolo, parce qu'ils les cherchent partout et quand on en trouve un c'est la grosse fête. 自1998年开始，法国的艺术家伊瓦德以巴黎做起点，伫全世界留超过4000件马赛克的创作。伫即马有超过35万的应用程式 ，Flash Inverter 的使用者拢伫咧找太空侵略者。巴黎作为侵略者的大本营，如画奥运，这个马赛克的坐标也愈来愈多。Alors je pense que l'invasion, c'est 15 millions de personnes qui vont arriver à Paris pour les Jeux Olympiques, c'est considérable. Évidemment, dedans, il va y avoir des fans d'Invender qui vont visiter la ville avec la carte d'invasion d'Invender. 最近常常进行独角创作的伊瓦德，正罕见的得到一间博物馆的许可，伫咧建筑物的厝顶创造一个红白色的侵略者，对顶头看规座城市，真侪粉丝就伫咧期待看深受更加侪奥运的惊喜创作。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咱继续来关心美国巴尔的摩的大桥，去有一只大火船弄登去。这失踪的6个工人，即马已经找到其中2个人的遗体。美国运会目前嘛已经摕到火船的记录器，确认这船顶有56个火柜，危险物品拢总764栋。虽然美国海华防卫队已经宣布停止搜救任务。巴尔的摩货轮弄堂大桥事故，暴露水的6位失踪的工人已经无啥可能搁换掉的。不过，唱水员依然伫咧27早起，伫弯桥变形的钢筋内面找人，有发现一台皮卡车甲2位吊伫内底的工人。Shortly before 10 a.m., divers located a red pickup truck submerged in approximately 25 feet of water in the area of the middle span of the bridge.
divers recovered two victims of this tragedy trapped within the vehicle. 目前还有4个工人无找到，因为潜水员无法度到成立指示的区域。当局认为，这款车可能和长期的桥的钢筋暗土底调下。为这段代志发生起当中，马里兰州紧急调度通话录音显示，调度员伫第一时间就甲桥的交通封起来，救到真侪性命。Want me to stop traffic on this site right now? Yeah, if we can stop traffic, just make sure no one's on the bridge right now.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表示，已经去伫这台货船顶摕到航行记录器，不过调查的时间恐惊要12到24个月。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泰国众议院将通过同婚法案，让同性有结婚的权利，上近今年底就实施。这嘛，让泰国正做是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的国家。เป็นนั้นว่าที่ประชุมนะครับ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นะครับ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แก้ไขเพิ่มเติมประมวลกฎหมายแพ่งและพาณิชย์ฉบับที่พ.ศ.นะครับ泰国众议院27下昼以400票赞成、10票反对、8多成的票数通过民事加上诉法修正草案，也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ผ่านไปยังผู้ที่รอคอยกฎหมาย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นะครับก็เหลืออีกแค่ด่านเดียวของท่านวุฒิสภ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นก็จะได้รับสิทธิ์ในการจดทะเบียนสมรสได้สิทธิ์ใน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ที่ท่านเคยสูญเสียไปในอดีตวันนี้พวกเราสมาชิก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ทั้งสภา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众议院并案审查内阁的版本，前进党、民主党加民间团体所提出的修正版本，以内阁的版本为主要架构，修正68条法律，结果再并入其他3个版本的内容。草案将法案内面的查某人加查某人修改成做个人加翁婿加牵手，修改成做婚姻伙伴，和同性伴侣的人得到甲异性恋婚姻伴侣同款的权利，包括检视替伴侣签急救同意书。继承伴侣的遗产加领养囡仔，结婚的年纪加异性戀同款攏是18歲。ก็มีค่ะแบบรอบตัวหนูมีคนที่เป็น LGBTQ เยอะค่ะก็แบบว่าทุกคน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เรื่องนี้มันผ่าน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ก็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สมรสให้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ว่าคนทั่วไป草案伫咧众议院通过了，一关送到参议院表决，参议院拍算4月初开会讨论投票，通过了，结果交予泰王同意。接落来法案公布伫咧王室的公告了，各单120天，法律就会正式生效。泰国有可能成做亚洲第3个、东南亚第1个承认同婚合法化的国家。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译。印尼顶个月总统大选选关，不过有2个候选人败选，唔甘关。因家反映提告讲，正副总统的当选人伫咧选举过程当中有做手，就连参选年会根本就违反法律规定。印尼2月中举行总统大选，不过大选结果，让2个败选候选人质疑舞弊，因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停选。当地最高法院27开始审理这个案。伫听证会落选的雅加达前省长阿尼斯，加代表执政的民主奋斗党参选的甘查尔，加重点放伫参选资格的争议。因为胜选的总统副手，也就是现任总统佐科威伊37岁的大汉囝吉伯朗，无符合上少40岁参选年纪，不过宪法法院说予伊得利。Mulai dari awalnya, independensi yang seharusnya menjadi pilar utama dalam penyelenggaraan pemilu telah tergerus akibat intervensi kekuasaan yang tidak seharusnya terjadi。这届印尼大选当选人是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伊甲吉伯朗搭配得到58%的选票，不过败选人拢批评佐科威政府借由伫竞选期间发放真济社会援助金来有关普拉博沃的支持度，也个好亲像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Saat pemerintah menggunakan segala sumber daya negara untuk mendukung kandidat tertentu, saat aparat keamanan digunakan untuk membela kepentingan politik pribadi, maka itulah saat bagi kita untuk bersikap tegas bahwa kita menolak。法院一定伫4月22做出裁决。普拉博沃的代表律师表示，2个败选人提出的论述欠缺证据，相信法院会驳回因提出的条件。公司新闻牛眼编译。统计到2023年年底，中国的个人人口已经有到2亿7千万人。上海即马正咧扩大开设4大服务中心，内底是有食堂、健身房，佮有心理咨询服务交全。
这群人为做伙专心练头前升级异地游戏顶悬，有人算袂过瘾，佮挑战较难度的佚佗名。这是伫中国北京一间佚佗名店内底，当地退休人口大大增加，头家认为有必要提供娱乐环境，满足老大人的需求。 我是希望就是老人所安能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的快乐。佚佗名店50多平，店内有400多种佚佗名甲游戏，要规划游戏训练中心，吸引真侪附近社区老大人来体验。也佫有怀旧的佚佗名，佫有乒乓设备甲无同款类型的导游，鼓励老大人运动，同时保持清楚的头脑。希望我们就是身体健康。 越活越年轻，心态哈。虽然即马佚佗名厂商并无看好老大人的市场，这间佚佗名店所建立重视的人客，有个人常常带孙仔到进来佚佗，和社区居民的感情更较好。针对社区这一块，我们的目标是全国每个社区我们都给它配一个老年游戏室。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23年中国老大人人口已经有2.7亿，用要甲14岁以下囡仔人口共款。老大人福利真需要受到关注。亲像上海虹桥店，这几年就讲说老大人服务中心，相信启用的红松长乐馆，都做到完成照顾受寒假共餐服务。是的呢，可以到上头去看看啊，溜达啊。 活动。除了食堂以外，比如说我们长者服务中心，比如说我们的健康生活知识中心这一块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服务中心的菜色真丰富，为老大人提供真好的营养，同时也有健身房加心理咨询的空间。红松长乐分馆有个因服务附近7个社区，差不多1万个老大人，目标打造完善的老大人支持网络。公司新闻杨干编辑。 全世界是有将近8亿人要其食顿，一天都找无3顿食。不过，咱若来看联合国上新的资料，都会发现讲，2022年竟然有要超过11顿的这些物件，让人讨债单调。 联合国最新粮食浪费指数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长期机构人口将近8亿，按国家庭甲企业单调超过11吨的食物，价值超过1兆美金，平均每人每年浪费79公斤的食物，而且浪费粮食产生的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的5倍。联合国就表示，粮食浪费的行为一旦讲是全球悲剧，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28%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areas used to produce food that is lost or wasted. Wasting food really leads to waste of land that is precious,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ritical to ecosystem health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数据指出，2022年家庭浪费的食物量超过6.3亿吨，占总体粮食浪费的60%。过来是餐厅甲旅馆，差不多2%。其中富裕国家的民众常常买伤济食物，致使食袂完。有一寡食物伫还未烂去进前，就因为超过保存期限爱单调。产且国家是因为欠缺保存工具，食物较会伫运输的过程变质，也是拍无去。Food waste is not just a rich country problem. It is absolutely a global problem. We only saw a 7 kilogram per capita per y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 of those in each of those cases. 专家表示，政府应该甲生产商以及零售业者合作，甲食物送去弱势团体的手头。目前愈来愈侪案例显示，公司合作会当有效减少粮食浪费，对气候甲环境有正面的影响。公司新闻杨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